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咱时间已经到，迄是咱要用神甲真实来敬拜上帝。为真实，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我
真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温暖甲慈悲的确缀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三甲来吟圣诗400歹势，主日要献诗，妈咪。漂亮，温柔又漂亮，我很喜欢她。世界温柔，很好，很凶，很凶。跟我玩，睡觉，打游戏，聊天，看电影，跟妈妈玩就是一起看书、画画、看书。教课，谢谢妈妈帮我成长。谢谢妈妈，还有喜欢我。我遇到困难，她都会帮助。妈妈，我谢谢妈妈照顾我们。没有。妈妈，母亲节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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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节快乐！
来吟圣诗452首，上帝疼痛太个遐大，咱起立来吟全首。咱留言听着，来用使徒圣经个别信用。使徒圣经，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命的苦里来受苦。并是给死埋葬和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我，就天打造着全能的上帝的大名，免惊来审判大人甲死人。我是圣神，圣各公同教会，圣徒相通，最赦免，肉体倒我，永远的大名。阿门。请坐。大家来启用，启文29，启文29，诗篇146篇。恁着学乐耶和华，我一心要学乐耶和华。
恁无得瓦克君王，无得瓦克世间人。伊一个断开就归途。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站。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讨放受关角的人。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这声恁着学了耶和华。三甲来祈祷。感谢主，带领阮入你的圣殿，你的殿堂来敬拜你。主啊，伫即时，阮要做伙来敬拜你。阮着用感谢入你的门，用学了入你的院，着感谢你学了你的名。主啊，你是创造的主。管理世界，是信息的主，保护甲帮助的主。阮要倚靠你，赢过倚靠人，人的无完全，阮袂会倚靠，因为因袂会帮助。你有对阮的应允，倚靠你，仰望你的，你要祝福。得到福气，所以伫阮生命中有经历苦难、病痛，阮要倚靠你，仰望你，互阮明白你的恩典有够业，要活出生命甲信仰，见证你是活命的主。伫母亲节，阮祈祷，主的母亲玛利亚讲。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唱出感恩而乐的歌。伊顺服主的安排，领受主的恩典，唱出而乐的歌。主啊，阮的母亲也未有信你的，求你互因得到救；有信主的。伫信仰上持续进步、成长，领受你话的真实，灵命的满足。求主赐福保护因，保守因出入拢有主同在。原因有主的拨会听，也听主。有主的教业恩典，时常感谢俄罗主。主耶稣伫十字架时，伊原看过母亲，有讲：看你的母亲。伫圣经也有教示爱孝敬父母。主啊，我们用你的话建立甲父母的好关系，对因有听顺服。关怀甲感谢，原来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求主。平安，阿
伫圣歌队要献诗进前，今仔伫母亲节特别安排曾百里要献一首歌，献予上帝甲妈妈。这首歌伫神圣诗519首，为即个土地，阮诚心祈祷。圣歌队要献的诗歌，我生命的诗歌。这内底这首歌，伊伫前段到后段是有融合咱的圣诗、古圣诗397首。耶稣听我，我明知。所以开始咧唱头前迄个诗是伫这首歌的第一段，伫后段有唱这首歌的副歌，所以无论是伫头前还是后面，当伫唱到遮的时，咱兄弟来做伙甲圣歌队做伙吟唱。那什么时阵要开始吟呢？看指挥吼，指挥若咱指挥的时阵，咱就唱，安尼吼，安尼足清楚吼。佮而且咱的顶面的 PowerPoint 吼，有迄个拍迄个五线图出来，所以对遐唱，还是看咱的古圣诗397首。我生命的诗歌，圣歌队要吟这首。耶
三甲来读上帝的话。伫圣经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8节，伫27章54节、56节。来看20章20节。迄时，西比太的囝的老母，甲伊的囝上群来拜伊，求一项事。伊甲伊讲：“你爱甚物？”应讲：“愿你出命令，互我这2个囝伫你的国，一个坐你的正边，一个坐你的倒边。”耶稣应讲：“你所求的，你毋知；我所要啉的杯，你会啉吗？”应讲：“会。”伊甲因讲：“我的杯，恁果然要啉，总是坐我的正边倒边，毋是我会通互人，独是我的爸为着甚物人备办的，就互因。10个学生听见，就受气迄2个兄弟。耶稣叫因来讲。恁知外邦人的人群做主来治理因的大人管辖因，独恁中间毋是安尼。恁中间爱做大的，要做恁的车用；爱做头的，要做恁的奴仆。亲像人子来，毋是要车用人，是要互人车用。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济人。另外一位的圣经伫27章54节到56节。54节。8种甲3重固守耶稣的，看见地动甲所经过的事，不知惊，讲：即个果然是上帝的囝。有济福音人伫遐远地看，因就是对家己伫军队耶稣来服侍伊的，当中有马大列的玛利亚、雅各。约瑟的老母玛利亚，甲西比太的囝的老母以上。现在，我心贴心来尊重，我心情在。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讲，只想我的主。咱今仔真欢喜，邀请王武聪牧师讲道要甲咱分享天的父母心，天下父母心。而且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搁一遍伫即个母亲节特别的日子，来甲咱导演教会甲乡姊妹三甲做阵分享。我今仔日要用圣经内面一个无名的老母，毋过伊的翁婿甲囝儿确实真出名。就是雅各约翰的老母，伊
早伊毋是干那疼囝尔，伊阁是安那为着囝儿的前途，伫遐咧设想我要用天的父母心，甲咱来分享，有主帮助咱，求圣真理的圣神引带咱明白圣经内面，让咱启示一个真宝贵的真理。咱大声搁一遍三脚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伫即个真值得阮感谢少年的母亲节，阮来到伫你的殿宇敬拜你。阮大声要奉主耶稣的名来祝福普天的所有的老母，特别是阮在座的母亲，互因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会当安然徛起。主啊，阮为着所有的母亲，向你献上感谢。那阮也恳求你，求你帮助阮，通过主耶稣你恩阮的教导，帮助阮在怎样做一个时代，做一个父母。愿咱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好，谢。好。天的父母心吼，做人父母的，拢会想尽办法，互咱囝儿上好的，互因有一个真好出世的环境，互因会当受好的教育，且咱也拢会为囝儿做真侪设想，甚至为因一生。甲因安尼摕落一个计划安尼吼，这就是天的父母心。不过咧，咱也真我相信咱也拢有即种的一个体会。有真侪时阵，咱为囝儿设想，还是计划，无拄拄是咱的囝儿因所意爱，还是。会当接受，有当时咱替囝儿有做为着因的前途的一个设想。不过咧，我相信咱有发现到，有真侪时阵，也无拄拄是咱囝儿真正所意爱，甚至是因所需要的。但耶稣也先约翰、雅各这两兄弟的老母，因目睭紧紧看见，伊认为迄个耶稣的国就要来到，伊就带着伊两个囝，安尼吼，哇，捷足先登来向耶稣拜求大位啦吼，用咱今日的话来讲，就是讲。看见耶稣，迄个民意的支持足悬的，民调拢足悬的，紧紧看，明仔载就要当选啊！所以咧，一个老母就带着伊两个囝来甲即个总统候选人安尼目睭紧紧看，明仔载就要当选啊！所以前一暗的时阵哇，就来甲即个总统候选人目睭看伊要当选的即个总统候选人，拜托你当选的时阵阮囝一个做立法院长，一个做行政院长的，哇，一个坐正边，一个坐倒边，就是立法院长甲行政院长嘛，对无？是，这就是雅各、约翰的老母不过咧，耶稣安怎甲伊讲？
耶稣怎样教导即个老母，煞即个世，甲即个老母上了一课。哦，耶稣怎样教导即个老母，互雅各、约翰的老母知影，囝儿真正需要的是啥物？做老母，你要互你的囝儿上需要的是啥物？哦，这是我今日要甲咱三个做阵来分享的信息。大先咱来了解，到底这个老母是啥物人？圣经甲记载讲，西比泰的母，圣经内面出现的时阵，拢讲西比泰两个囝的老母。20章一个开始讲，迄时西比泰的囝的老母，甲伊两个囝向前来拜耶稣，向耶稣求一件事。这个老母，伊的名无出现，敢若讲伊是西比泰的母，两个囝的老母，这两个囝就是雅各、约翰安尼。而且有咱看，敢若这个妈妈沾了因翁甲伊的囝的光不过事实上，这个老母一定是伊的先生的好母一定是先生的贤妻啦囝儿的良母啦伊一定是。就是咱今日所讲贤妻良母安尼伊才会被称作先生囝儿的老母用这种的称呼出现，真特别讲对这个伟大的老母实在是真委屈真委屈。因为伊帮助了伊的先生，帮助了伊两个囝出了名，不过咧，伊家己安那。却默默无闻安尼圣经安尼特别出现的时候名也唔感觉写一个安尼啦好，我相信，这就是检测就是咱今仔日社会的情形啦咱今仔日社会情形迄个人讲，每一个成功的查甫人背后拢有一个真伟大的负责人先生背后拢有一个。真伟大的负责人伫遐帮衬，囝儿出名囝儿安尼安尼真好的名声地位是背后嘛是一定拢有一个真好老母伫遐培养栽培支持安尼嘛毋过咧常常老母就是安尼就是拢互人毋知影到底伊是啥物人安尼啦这是咱今日社会经验好，但虽然圣经内面无直接讲出这个老母的名，不过圣经学家根据出现伫耶稣定十字架的时阵，出现迄群的妈妈，迄群的妈妈拢叫做玛利亚，迄群的妈妈拢叫做玛利亚安尼不过对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这三章这个雅各、约翰的老母拢有在场，但是这三个所在出现的名，出现的人，咱拄则所读的，是记载讲西比泰两个囝的老母，咱伫马太福音第十二节的出现是有关是用西比泰的囝两个囝的老母出现，毋过咧。伫马可福音却记载一个人的名叫做撒罗米，然后咧，伫约翰福音咧，却记载讲，这个人就是耶稣老母的姊妹，老母的姊妹。好，对这三章、这三本福音书，该比对起来时，咱就知影讲其实。这个西比泰两个囝的老母叫做撒罗米
叫做撒罗米。马可福音出现撒罗米的时候，竟然无讲西比泰两个囝的老母安尼干那出现叫做伫一群玛利亚中间，干那出现一个叫做撒罗米安尼所以安尼对起来时真明显这个西比泰两个囝的老母因名叫做撒罗米然后咧，伊是耶稣老母玛利亚的姊妹姊妹安尼所以新日本也叫做耶稣的姨妈啦我用新日本讲耶稣的姨妈安尼好我讲这较要紧就是讲，咱来了解讲，到底这两个人这个老母是甲耶稣有啥物关系安尼比对起来时，原来真明显雅各约翰就是耶稣的表兄弟耶稣的表兄弟安尼因为雅各约翰老母和耶稣的老母是亲姊妹是亲姊妹好，检在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咧，哇，这个阿姨的时阵就安尼哇，检在因这个关系因果安尼所以伊就来求找耶稣来求拜耶稣安尼啦好，咱来看，这个西比泰两个囝的老母撒罗米，伊来找耶稣的时阵伊讲伊来拜求耶稣，拜求耶稣来拜耶稣来恳求一件代志安尼到底啥物代志咧？到底啥物？耶稣就问讲你是要爱啥物咧？你要来求你要爱。你要求啥物咧？安尼好，听见安尼讲，伊讲愿你伫我两个囝，互我两个囝伫你的国临到的时，伫你的国内面，一个坐正边，一个坐倒边，安尼啦好，是雅各约翰的老母认定耶稣的国就要临到安尼，当然。伊认定耶稣的国，甲耶稣所谓的天国、上帝国，当然有真大的差距。两个人的国理解无共款。我相信雅各约翰的老母一定是认为耶稣要做王嘛。哇，耶稣明仔载正人安尼下坐安尼拥护安尼所以耶稣就要做王安尼嘛所以伊咧期待是。耶稣诚做地面上的王所以赶紧就安把握机会捷足先登搁而且伫安正人目睭的众目睽睽下面安尼带着伊两个囝来甲耶稣求安尼而且咧用咱今日话讲大言不惭的公开灌输安尼啦公开话，伫正人的面前安尼伊也袂歹势安尼啦就大真公然伫遐甲耶稣讲，耶稣你的国降临的时阵，做王的时阵我惊一个做一个坐正边，一个坐倒边安尼啦我相信应该是有这个亲切。正亲的一个关系伊才会当安，伊才敢安尼正面公然安尼攀亲引切安尼来向耶稣求安尼好，虽然这个老母咧，因为着囝儿失丧为着伊的囝来向耶稣求大卫，这种私心引起了其有学生会公愤，咱其他90个学生，圣经讲90个人上，因伫安尼敢若安尼家己出去讲伊逐个人拢伫咧想啦逐个人心内拢伫咧想，不过咧去即个查某人先求去安尼，先倒去安尼所以咧这10个学生逐个人安尼足受气安尼啦是。咱看，这个老母为着私心来求大位当然带来了真无好的社会观感啦不过咧，这个老母疼囝心切，为着囝儿未来前途设想，亲自将囝儿带来到耶稣的面前，
伊是伫遮有三项代志值得肯定的。哦，当然老母听囝，除了这个以外，有三项代志值得肯定。第一，伊相信耶稣的国要降临。哦，伊相信耶稣，虽然伊认定耶稣的国和耶稣所咧传迄个上帝国无共款啊，毋过咧，起码伊信个耶稣的国就要临到。第二咧，伊圣经讲，伊来拜耶稣，哦，嘿，是伊伫遐呐，按耶稣拍拜。啊，第三咧，伊按耶稣恳求。好，我想这三项是值得肯定的：相信耶稣、敬拜耶稣、恳求耶稣，是哦，这三项是真值得肯定的。我相信，虽然这老母为着伊的囝儿，还是讲因着私心，毋过咧，伊这三项含咱今仔日真济基督徒的父母比起来咧，我相信有当时会当互咱一个真好的学习，也有当时互咱感觉讲真见笑。然后咱偌尼济时阵，是咱。知影信用真好，毋过咧，咱为着囝儿功课，哇，考试教的时哦，你教的你袂使假去，团结你袂使，好，考试教的时哦，较认真读册咧，哦，甚至有讲，你若甲考试若考无好时哦，我教的无互你去安尼哦，咱拢为囝儿想互因上受上好的教育，入上好的学校，学各样的才艺，哇甚至咧礼拜日考试到定考去补习，毋通去教会。我相信，这个甲雅各、约翰老母比起来时吼，咱就输点点哦。主帮助咱也是坚定，这个信仰是好是对的时阵，我相信，伫迄个咧选择的时阵，咱定咧讲尊主最大，尊主最大，咱是毋是会当信仰来摆伫对囝儿的教育顶面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求主帮助咱。好，当接续落去，这老母来甲耶稣求大位的时，耶稣呐，伊就趁机会，这个妈妈干两个囝儿成绩12门徒，一个机会教育，箴言22章。先伫遐讲，教养囡仔，互伊行着当行的路，就是伊到老嘛无偏离。耶稣趁着这个机会，教导父母爱护囝儿的是啥物？耶稣趁着这个老母来为囝儿祈求大位的时阵，耶稣互因一个机会的教育。互老母知影，囡仔上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爱互伊学习受苦的功课。好，马太福音22章22节，当这个老母甲伊求大位的时阵，耶稣安怎甲伊讲？耶稣讲：你毋知影你所求的是啥物？我要啉的杯，恁敢会当啉？我要啉的杯，恁敢会当啉？即个讲因讲会哦，因毋是讲即个老母哦，是包括两个囝，拢做阵讲会，阮会。好，虽然因讲会，不过耶稣嘛真清楚知影，
因毋知影咧求啥物，因根本都毋知因咧讨的是讨啥物。咱看耶稣安尼甲应答，耶稣无甲伊讲会使哩，还是袂使哩？哦，耶稣无甲伊讲会当得着，还是袂当得？耶稣讲无啊。毋过耶稣却真清楚甲伊讲，恁毋知影恁咧求啥物。耶稣意思是啥物？耶稣意思是讲，恁毋知影坐伫即个位的顶面。耶稣讲，恁毋知影你求的即个位，你较无爱要得到即个位，爱做的是啥物？爱付的代价是啥物？伊今日看见耶稣要做王啊，啊，毋过伊嘛毋知影讲耶稣，搁过来要行的路是啥物？竟然是要用顶住伊个。那耶稣讲，我要啉的杯，你敢会当啉？啊，即个老母甲两个囝戆嘟嘟安尼，毋知影。啊，应该因讲伊嘛会当啉安尼啦。啊，毋过耶稣以为知影，因抑阁是毋知影，因咧求啥物？是因毋知影。应该要为，毋过因毋知影，即个为爱付的代价是啥物？即个为是所谓的苦杯，苦杯，因毋知影。哦，所以耶稣接受直接甲伊讲：我要啉的杯，恁敢会当啉？意思讲，我就要替世间人来背十字架啦。我爱受尽凌辱痛苦，恁敢会当甲我做阵受这个苦，啉这个杯呢？耶稣很知影，是要伫这个位置顶面，爱付的代价是啥？咱若对圣经，你敢会当看？等于讲下时阵安那？即个老母两个囝雅各、约翰，因伫圣经内面的结局是啥物？雅各是12个学生中间第一个互斩头的啦。虽然讲12章，哇，当迄个罗马政府开始昆督基督徒的时阵啊，希律啊，第一个掠雅各来抬价架构，第一个将雅各斩头。啊，这就是这个老母咧求的啦。这个老母咧求的就是安那，竟然是安那，伊的后生第一个顺道。毋过咧，圣经在讲，因着雅各的顺道，福音传到外邦去。雅各福音都还未传呢啊，就顺道啊啦。啊，毋过你若看圣经，虽然用12章，互斩头了是哪？虽然12章最后讲福音积极兴旺，13章啊啦，圣经开始啊啦，圣神差派保罗、巴拿巴去外邦宣教，因着迫害，福音传到外邦去。啊，这就是耶稣所咧讲的，所着啉的杯。啊，两个兄弟啊，哇！啊，一个福音的未传，就斩头。约翰咧，这个兄弟约翰咧，嘛无好到倒位去啦。虽然伊是唯一，毋是顺道死的。耶稣12个学生内面，约翰是唯一，毋是顺道，毋是撞斩头，顶是会死的。毋过咧，约翰伊嘛无偌好命。咱知影圣经啊，因年老的时阵啊，被放着到伫地中海的拔摩岛，伊伫遐受隔绝、受隔离。所以伊伫遐孤单无伴中间，逐工伫遐做白日梦。所以伊毋则看见天顶的情形安尼上帝全启示写启示着安尼好，然后我要讲就是讲，这
就是雅各约翰老母按耶稣求的所谓的大位。其实迄个大位，耶稣爱阮知影，你要坐伫即个位置，恁爱知影锁着啉的杯，这是苦杯。耶稣啉啦，恁会当啉无？所以只要咱看见，耶稣爱老母，教导老母，互囡仔学习。第一个功课就是受苦，受苦。所以诗人也讲，我受苦是对我有利益，为着是要我学习你的律例。你今日伫咱社会内面，咱看见，遐真侪遮个安尼真成功的人，其实咱能发现到，因成长的背景拢是真辛苦的。就是因伫一个真辛苦的环境内面，塑造出因迄种吞忍忍耐毅力所以耶稣爱咱做父母的，互细囝第一个学的功课，受苦、食苦咱讲咱台湾讲食苦哪咧食补嘛食苦哪咧食补这对囡仔是有帮助的。咱囡仔细汉的时阵黄生饲袂大定请身体诚歹咱做爸母就爱互伊食补安尼是咱人生是真重要功课，是食苦就敢若咧食补安尼好，第二个耶稣耶稣教导爸母安那。爱互囝儿学习顺服。耶稣，我啉的杯，恁一定爱啉。是耶稣无敢讲，无答应你噻。但是伊讲，这个杯无论你是一定爱啉的啦。你要求这个位，我袂当答应你。这个位那，毋是我会当收拾的，毋是我会当互你的。这是我天顶的老爸备办的，要互杀人就互杀人安尼。虽然这老母甲两个囝拢表明讲愿意甲耶稣同受苦，不过耶稣，敢讲是这个苦是你一定爱食的啦，是一定爱啉的。我要啉这个杯是，恁嘛是一定爱啉的安尼咯。不过耶稣真清楚甲讲，伊无权决定。杀人坐伫伊的正边，坐伫伊的倒边，因这毋是伊决定的，是天顶的阿爸爸才能决定的。上帝最大一个原则，毋是凭关系，攀亲引切，毋是。什么位置，做什么代志，那是上帝根据。依伫咱心上的计划，以及看咱人是毋是会当胜任这个托付来做决定，而且只有上帝知影这个位置、这个决定对杀人上好。所以耶稣伫遮咧教导做爸母的，互学生、互囡仔学习顺服上帝的主权。顺服上帝伫咱生命中的计划，毋是凭着咱家己的意思去超车追求咱家己爱所要爱，这是第二个耶稣对这老母的教导。第三，耶稣教导做爸母的爱学习服侍人。雅各约翰老母甲耶稣求大位的时候，圣经来讲，伊10个学生听见啦，大家人拢足受去这两兄弟啊，安尼啦耶稣看见，哇，这12个人咧受这真大位啊，耶稣就甲因讲啊啦，讲恁中间杀人要做大，就爱做杀人的萝卜。
杀人的找用。杀人爱做头，就爱做杀人的找用。亲像人子来，毋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且爱放杀性命，做人的上帝。是，当雅各约翰的老母为着雅各约翰向耶稣求大位的时候，引起了公愤。耶稣借着这个机会，教导这老母甲12个学生，互因知影，要做头的人，就是爱做人的找用。亲像耶稣甲学生洗骹共一样。跟对耶稣，爱要伫耶稣边仔坐大位，毋是为着政治利益，毋是要有官兵关系来支配人，反正乃是爱去服侍人，甚至愿意为人放下生命。是，这是耶稣对伫这老母甲12个学生真清楚的一个教导。我相信，细囝若是对细汉的时阵，咱就互伊有一个常常去服侍人的环境，常常去做这个服务的工作。对咱的囝儿来讲，会当一生受用不尽。好，当耶稣对西庇太的某雅各约翰老母做了这个教导了后，咱来看，这个雅各约翰老母虽然伊捌做出真安尼，敢若真脱序的行为安尼吼，来甲为着伊囝来甲耶稣求大位安啦。毋过咧，当耶稣做了这个教导了后时啊，咱看见，这个雅各约翰老母安啦，伊听入这个话，而且咧，伫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啊，这个老母安啦，甲伊的囝一路军队来到十字架下，马太福音7章。拄则咱所谓路长就甲咱读讲，伫迄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阵，伊讲有对加利利军队耶稣来服侍耶稣的人，内面有抹大拉玛利亚，有雅各雅西的老母玛利亚，而且有西庇太2个囝的老母，然后约翰19章啊记载讲，踮伫十字架的有伊的老母甲伊老母的姊妹。有伊的老母甲伊老母的姊妹，这个就是雅各约翰的老母，并哥罗巴的某玛利亚甲抹大拉的玛利亚呢。所以这个讲伊老母的姊妹，真明显就是咧指雅各约翰的老母安尼。好，而且咱讲去讲来，这个老母，哇，伊为着私心来为囝儿求大位，毋过咧，伊听入了耶稣的教导。伊家己本身以身作则，军队耶稣就是看耶稣一定互钉十字架的时啊，迄就是耶稣咧啉的苦杯嘛。因为伊有答应耶稣讲，伊嘛会当啉啊，所以伊就军队耶稣到十字架。所以你看十字架干了啥物人，拢叫做玛利亚这负责人啦，毋过内面有一个查甫人，啥物人？啥物人？就是约翰，约翰，也因为安尼，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讲7句话，其中一句话是啥物？其中一句话啊，甲伊的老母讲啊啦，看你的囝，看你的囝是看啥？叫伊的老母看伊的囝是看约翰，然后甲约翰讲啊，讲看你的老母。
意思是啥物？就是讲，这个耶稣将伊死后爱友好老母，爱牧养老母的责任啊，交予约翰，交予约翰。哦，啊，所以咧，而且咱看到就是讲，哦，耶稣看见这对母仔囝是真正会受教的，哦，安尼一路军队老母，军队耶稣军队甲受教的，所以伊才真放心将伊的老母交予，交予约翰。我咧想，这也是为什么约翰唯一寿终正寝的啊？12个学生中，唯一寿终正寝，而且唯一就是食到几百岁才过身的。哦，咱知影约翰福音是差不多主后100年才写成的。约翰福音是雅各最后写成的一本册。哦，圣约家拢讲，迄差不多是主后100年才写成的。啊，所以讲约翰伊食甲真老。哦，啊，伊毋是顺道来是过身，伊是寿终正寝。哦，啊，所以咱后来人知影讲，原来耶稣托付伊牧养伊的肉身的老母。哦，啊，所以只要咱看见就是讲，啊，这就是，哦，这个老母是伊听入耶稣的话，啉了这个苦杯，毋过咧，伊啊，互伊的囝得到一个上大的荣耀。哦，好，然后我遮。我来分享发生伫我家庭的见证。我真庆幸，甲真感恩，我有敬畏上帝的，而且佫是祈祷的父母。哦啊，这是我的父母。哦啊，因踮庄骹，啊，我的家庭出世，阮的家庭本来嘛是一个真普通、真善食的家庭安尼。我的父母因就是用祈祷支持了我一生的服侍。哦，啊，而且因为着伊的囝儿孙，逐工就是提名咧祈祷安尼。但我要分享就是讲，今日有真侪父母拢无用伫迄个经济，无用伫工作，哦有薪这个时阵，敢才无时间去牧养伊的囝儿安尼吼，所以有真侪隔代教养，哦，特别咱伫庄骹的所在。真侪拢隔代教养，哦！我今日，而且咱看见咱有，相信有真侪妈妈，也有真侪阿嬷，我伫遮甲咱分享即个见证，哦，望会当互咱三个做阵来鼓励安尼吼。我的小弟伊国校毕业了后是国中，哦，伊就无读册吼，也因为阮家庭经济真善车，所以伊国中的时阵，伊就去台北去做昆工，哦。中做迄个劳力的工作，伊去汇银行吼，去共搬货做昆工安尼，所以因为伊去做昆工，趁真辛苦的钱，也因为安尼，互阮家庭的经济得到改善，也因为安尼支持了我去读神学院安尼，吼也因为我的弟弟真早就去社会工作，所以伊真早就结婚，吼真早，我的妈妈42岁就做阿嬷嘛，吼。所以你就知影讲吼，我的小弟吼，早婚，早婚了时，伊生2个囡仔，这2个囡仔当然吼，因无度家己带，因2个少年拢爱去台北去趁钱，来支持家庭的经济安尼，所以当然2个孙仔吼，就变做讲，拢阮老爸带，阮爸爸妈妈甲带安尼吼，阮小弟吼真早结婚安尼，阮小弟国中的时吼。就去台北工作安尼，伊的工作就是做昆工，后来是去对货运行吼，驶货车安尼吼，当然伊的一生足侪心者见证安尼吼，即个我今日的重点毋是伫遮，我重点就是讲，我的小弟甲弟妇结婚了，因根本都囡仔生了时，就阮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要咧带安尼，毋过咧，阿公阿嬷。甲这2个孙仔带到国校5年的时阵，我甲我的爸爸妈妈讲，你袂使阁留因伫你的身边啊，一定爱互伊倒转去父母的身边。
爱互伊去转去台北。虽然因爸母拢咧工作无毋对，但是一定爱互伊倒转去，然后转去的时去安亲班也好，是安那，就是无论安那爱互伊甲爸母做阵啊。你敢知影？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伫即两个孙离开了庄骹去台北的时阵，我的爸爸逐工6点，透早6点，就 morning call 即两个孙透早6点就敲电话即两个孙上面是甲因叫醒，今仔困到毋知去上课安尼甲因敲两个叫醒了时，就是甲因祈祷，敲醒了时就是甲因祝福。我即两个孙是两个资质、个性完全无相反。大的老大，细汉时就足认真、足拍拼、足熬读册，拢是第一名。毋过你敢知影？答辩升学考试的时阵拢失踪，拢失败。毕业拢全校第一名毕业的啦。考试的时阵拢失败。所以高中的时阵到尾去读私立校高中。私立校高中伊嘛是共我去第一名。模拟考台第一志愿拢无问题毋过伊嘛是共我考失败。然后最后伊去读淡江大学。你敢知影？等去读淡江大学的时阵，伊逐年暑假伊拢去原住民的部落去伫遐帮助学生，去伫遐帮助这原住民的学生。然后咧，伊迄当时已经无师大公会生但是教育部有迄个教育学程工会的教育学程，用毕业了时会当教育部派去国中教册安尼。伊最后一摆。教育部的教育学程，伊完想看，阁是第一名，教育部的教育学程，甲实习了时，伊原是第一名，第一名的时好处是啥物呢？就是台北市任何一个国中，伊拢会当入去，出在伊选，伊要去只要倒一个国中有欠有亏，伊就会当入去安尼。毋过你敢知影？因为大学拢去原住民的所在去伫遐服侍，去伫遐帮助原住民学生。伊毕业了时，伊全无选台北市的国中，伊全志愿到伫南投信义原住民的同福国中。当伊去南投教伊的老爸，我的小弟去南投教育局报道的时阵迄教育局的人一看到伊的成绩。甲因老爸讲，恁囝敢安尼？毋过咧，上帝就是用我这个孙伊全伫遐帮助原住民学生。伫教会，伊学校提供宿舍，伊无要去住，伊去住伫在原住民部落，住伫原住民部落。然后礼拜日用教会帮助在原住民学生，甲因辅导安尼。你敢知影？伊全带领一群英文成绩个位数的学生去参加全国英语话剧比赛，得到全国总冠军。这学生是英语拢考7分8分的毋过咧竟然全国英语话剧得到第一名呢，打败所有这都市学校安尼。所以。电视啦、报章媒体大肆报道总统召见然后来我这个孙伊伫原住民所在服务一段时间了时，伊全申请要出国读册，教育部长甲伊写推荐函，申请美国8间名校全部拢甲伊录取，最后伊摕教育部的奖学金去哈佛大学得到心理学的博士学位，毕业了后时，美国伊去应征大学，伊原想讲逐间拢甲伊接受，最后伊去年美国足有名的一个大学芝加哥大学的教育研究中心，迄是全美国上老、上久、上友好的一个研究中心，专门咧提供美国政府教育政策安尼。
我这个孙啊，转去互迄间校挖角去，哦，重金礼聘开挖角去做迄个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好，我要讲的就是讲，这阿公，记得我的小弟弟我因都无受教育，因也无读册啊，但是我一直咧回顾，唯一就是阿公迄个祈祷，互伊得到足大的稳定。好，但小弟咧，小弟虽然都唔爱读册，高中毕业时，英语26字的字母伊袂晓写，写袂透。到高中的时阵，就要学因老母去学做师啊，学做美华安尼。毋过当开学的时阵，看见因的同学拢去读册，都伫遐哭，到尾也是真勉强去调尾调车尾去读一间私立学校。随后毕业了后时，嘛是同款真勉强去读关渡基督书院安尼。我讲伊高中的时26字的字母写袂透，毋过伊后来外文系毕业，而且真优秀的成绩，外文系毕业呢。也因安尼，阿公迄个祈祷，摕到伊服侍的心，伊搁去继续读神学院，即马伫灵粮堂台北灵粮堂做牧师，是两阿某足拍拼，互教非常的肯定。好，但是我要讲种，我这两个孙啊，我的小弟小的，我的弟我因无读册，因也无时间顾囝，搁较无能力教囝，但是咧，这两个孙啊，因着阿公，这种一直到大学对国校到去大学，才无逐工敲电的感觉。对吧？但是咧，佮种了，一等年孙仔顶面种了服侍人、服侍上帝经济，然后这两个，倒是讲，迄真明的种，用咱人讲，一生的苗一定是足无共款的啦，一个足好读册，一个袂晓读册安尼，唔爱读册安尼，不过两个竟然拢互上帝用，拢互上帝用安尼，所以。我想用这个伫母亲节，甲咱在座做父母，甲做阿公阿嬷三个便利，是我相信咱第一将咱的子孙带来到主的面前，逐工为因祈祷、为因祝福的时阵，上帝要赐予咱的子孙，主祝福咱大家。感谢主，咱先下来祈祷。预备，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今日母亲节。阮伫遮三甲通过圣经来看见天爱的父母心，雅各约翰的老母为着囝儿的前途，伊伫遐向耶稣求大位，毋过主耶稣却教导伊爱互囝儿学习受苦、学习顺服、学习服侍，学着这三个功课。囝儿子孙一生受用不尽，求你帮助阮，通过今日的信息，也互阮做一个知怎样，互囝孙上需要这三项宝贵的功课，也纪念阮在座所有在辛苦的妈妈，愿咱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来念圣诗，圣诗249米，愿主存于圣手，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奉献。老罗伊执事陈耀生执事书献。
真济。咱煞接要来祝贺母亲节，也每一年拢即天的母亲节的时，大家特别会想念妈妈，想念你家己的母亲。母亲节是伫115年前伫美国一位安娜小姐所创立的。伊讲，你家己的妈妈。是你心内上水、独一无二的妈妈。有人安尼形容，你的美丽的名叫做母亲。我们时常祈祷上帝祝福保护母亲，保守母亲出入拢有主动在。咱首先呢，要邀请咱教会上年轻的妈妈，伊做妈妈拄3个月半，搁新航路新丁果小小的吼，这妈妈就是汪文英，伊就是主座长老吼，何美智因的囝婿媳妇，伤过欢喜去，歹势。好啦，咱请这汪文英呢到头前，牧师呢要颁发这个礼物，甲康乃馨的花。咱教会最先出炉的妈妈了最年轻的妈妈，然后来代表咱所有妈妈来祝福咱大家。要生养众多，变本加厉。这是咱请在场的妈妈起立，咱要颁发精神礼物，请起立做妈妈的。大家妈妈拢有摕到礼物，无摕到请举手。拢有摕到吼。今仔是双喜临门，庆祝妈妈节，毛寿星咧庆生，所以呢，咱请王牧师为着妈妈甲庆生的寿车来
祈祷。好啊，咱请所有妈妈甲即个嘅寿星徛起来好无吼？来，啊，请恁徛起来，咱来领受祝福吼，咱来领受对上帝遐来上天嘅祝福。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也赏赐阮活命。通过阮父母来成养这个生命，互这个生命世世代代传承落去。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有生阮养阮的妈妈。主每一个妈妈背后拢有真济的心酸。劳苦流了侪侪的目屎，主啊，我恳求你纪念因一生为家庭、为囝儿，甚至为孙儿所付出的。如果阮中间伫因生命中有因着家庭付出、为囝儿付出，流尽目屎，愿上帝你纪念。互因每一滴的目屎，拢诚做上帝你看做宝贵的珍珠。主啊，我恳求你，伫阮在座中间的妈妈，如果有人因伫过去的生命中有受苦、跌到心内受伤的，主你用你的疼来抚摸因的心。主啊，恳求你来医治因的伤痕。主啊，愿这个要父母，要特别妈妈、阿嬷，甚至即摆还阁为着因的囝儿孙，要侪侪重担、操心烦恼的，我恳求你亲自纪念。主啊，你互因知，主你了解，你欢喜为因背所有的重担。愿上帝你透放因，卸落因一切重担，看如劳苦。主啊，互因会当伫主你内面来享受迄个对你遐来属天的安息。主啊，奉你的名来祝福阮在座所有对阮妈妈所生的囝儿孙，世世代代拢会当伫上帝你稳定救赎的内面。我奉你的名来祝福今仔日，阮在座生日的寿星，主，互阮知生命对你遐来，你来互阮新的生命，甲丰盛的生命。恳求你，互阮伫生日的时，互阮少念迄个生命的源头，互阮不断甲主耶稣相结连，对耶稣来领受新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求你也亲自使用阮在座受生的生命，诚做别人的祝福，互阮的生命会当影响阮四周围人的生命。感谢主，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咱即时要来庆生，即个月受册名单伫第4面，请咱家己看。咱妈妈的在场的妈妈的，请起立要赠送这个生日的礼物。请寿星起立。怎样？路拄仔都分煞哦。安尼，咱最后最后拄仔有看到
这个汪文英伊是上少年的妈妈，伊有这个细囝吼，叫做云杰，拄啊3个月半啦吼，啊，抱来坐伫头前，咱请抱来头前，牧师要甲伊祝祷，吼，爸爸妈妈总出来。好来，咱向手的吼，咱为着这对少年夫妇这个家庭来祝福祈祷吼。我邀请咱在座每一位吼，咱举起咱的手来祝福吼。咱来祝福就是讲，咱教会内面真正对咱教会向手的来承认做做囝儿孙安尼吼，互咱所生的囝孙，拢当伫上帝变祝福内面安尼吼。咱为因来祈祷，好无？来，请恁举起恁的手来。预备，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为着这对少年人之前福音来感谢你，主多谢你，互因会当听做上帝你的儿女，因伫上帝你面前结约，建立家庭，也生养了囝儿，因这是上帝你所赏赐互因第一个囝儿。主啊，阮感谢你，生命对你遐来，主啊，阮也相信。阮的一生拢伫你的手中，阮奉最后所的名来祝福一个，主啊，这个细囝对细汉出世时，伊就福气，伊出世伫因为你的父母的家庭，主啊，我恳求你用你的疼充满伫因一个心情，祝福这个细囝，互伊人甲疼，上帝疼拢伫伊的心情，互伊智慧甲信仰一做成长，互伊一生一世有上帝你的稳定稳定。主啊，为着之前甲因因来祈祷，有上帝你也拢赏赐因，有对你遐来智慧、稳定、气力来培养因的囝儿，也对细汉的时带因来到上帝你是恩的宝座前。主啊，你祝福一对少年人，你甲因三角一地。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互因身体健壮，灵魂形成，所做拢总顺利。愿咱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来报告吼，今仔时间有较久，我等下简单报告。先看今仔金句，伫第三面金句，伊甲因讲，我的杯恁各个要啉，总是坐我的正边倒边，毋是我会通互人，独是我的杯为着什么人被办的，就互因。马太福音20章23节，请咱做念一遍。伊甲因讲，我的杯恁各个要啉，总是坐我的正边倒边，毋是我会通互人，独是我的杯为着什么人被办的。就互因马太福音20章23节，咱看迄个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事项表，请咱家己看。咱看周报第4面本会消息，今仔日是母亲节吼，拄仔有庆祝过。礼拜后呢，兄弟团契准备爱餐，要感谢慰劳妈妈的辛苦，嘛感谢王武聪牧师来主领礼拜甲讲道，感谢牧师的辛劳。顶礼拜圣餐的人数100人，教会有精神康乃馨的赏花。伫1楼迄个服务台吼，等下礼拜后家己去遐约客。第3呢，圣神降临节后礼拜，王美术牧师要来主理礼拜甲讲道。第4，母亲节即个礼品的赠送吼，甲
顶年拢相像啦，就是今仔日来的会当领，应该到后礼拜，今仔无来到后礼拜嘛会当领，佮补发一遍。你若是组长吼，需要关怀你的组员的，来陈亚恩执事来领。第五，今仔日爱参和平小组吼，收拾清洗。第六呢，5月份定期中集会，本来是伫即礼拜，因为今仔是母亲节的，延加5月19，12点伫3楼。第7，祈祷会邀请和平小组甲可爱小组参加。第8，咱教会吼推行的4年读经的计划吼，伫即礼拜进度伫诗篇甲彼得前书有定2027年读了一遍。第6，台中中会6月7的事务部的事务演习会，本会派老师用接受参加。第10，刘仁基牧师呢，伊咧编辑5水牧师的纪念册，欢迎兄弟投稿。咱看第5面，原来协会消息特别即个指令 app 吼，即个欢迎兄弟参加。伫即个课程有6节，每礼拜2下晡1点半到3点半。团契消息，咱看少年团契今仔日呢礼拜3 11点40吼，11点40有曾明才兄伊主理题目叫做《大时代小记者》，我的信仰甲追求的路，请咱兄弟特别来参加吼，伊遮咧分享即个主题，就是写迄本册吼，即本册时阵已经顶面说明会了吼，为记者会说明会了，咧销售的数量袂少啦。第2个，青少年团契今仔日有聚会，4月读经呢5月16的读经的聚会吼，兄弟团契拜六有查经，妇女团契吼，特别伫6月7日有迄个讲座吼，刘清泉牧师啦，6月7日拜六9点20到12点。咱看迄个顶礼拜吼的放映报告伫第7面，请咱家己看，吼。即马咱今仔毋知有新朋友无？我遮无新朋友的即个无吼，我遮无资料。安尼，咱若拄仔有庆生落去，咱要为着咱的兄弟，为着教会来祈祷。吼，即伫集体的祈祷，请咱做伙来祈祷吼。主啊，阮教会即个时阵咧找牧师，有2年的久，兄弟真关心即件代志，嘛为即个代志来祈祷。阮有愿求主，你的掌权，举办适合导行教会的牧者，有好名声，受圣神充满，阁有智慧。讲出甲宣扬主的真理，教育甲操练兄弟属灵的信仰，有主的听来关怀，带领阮用心灵甲真实敬拜。我要伫祈祷中听候，教会青年有黄品珍、陈业佳、赖鹏鑫、赖佩爱，伫
5月18、19各种会考，求主互因专心致意，付出全部的气力，打拼追求头前的事，要得到意爱的目标。求主互因倚靠赐气力的主，通克服各项的境遇。伫母亲节，愿阮的母亲来歇伫上帝的实骨下面，得到满满的大赏赐。愿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来，三个来请安，请起立。好，咱请按线，咱来由阮徛咧哈，来吟上言510首，俄勒提定主宰510首。愿天父你无限的听，无条件的听，不断充满阮，特别充满伫阮所有母亲的心上。也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透，圣神的相通，甲咱正大家三甲一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母亲，阿门。请坐。